慢点。娘娘，您真烫，你发烧了。真不想待在这儿，怎么才能回家呢？好想猪猪。娘娘，皇上也太狠心了，那么宠爱你，一句话就把你打入冷宫了。开门！娘娘，可能是御膳房送饭来了。郭公公，怎么都是些剩饭啊，而且还是冷的。有的吃就不错了，你还想挑三拣四啊？今非昔比了，还拿自个儿当个人啊？走。郭公公，郭公公。娘娘，平时我们都是列单子给御膳房，如今只有冷饭了。柳儿，你再去找一床被子过来，这个房间太冷了。娘娘，没有被子了。这么冷的房间，一床被子让我们两个人怎么睡啊？娘娘，您躺下吧。啊，不行，柳儿，啊，去找一把刀来。娘娘，您可要想开一点啊！你当我要自尽啊？娘娘，您暖和点了吗？好多了。娘娘，您真聪明，而且还胆大。我从小就挺独立的，像个男孩一样，打架什么的都小菜一碟。说了你也听不懂。娘娘，您有的时候不像娘娘，像其他人。柳儿，你相信穿越吗？穿越？穿越是什么意思啊？穿越呀，就是从过去到了现在，从现在又跑到了未来。其实我是21世纪来的人，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冯妙莲、冯昭仪，我是冯峰。你能懂我说的话吗？娘娘，你说什么呀？我一句话也听不懂。就当我没说吧。皇上如此忧虑，是不是因为冯昭仪被打入冷宫的原因？不要跟朕提他。臣妾知道了。启禀皇上，波斯使臣刚刚进贡了一个绝世舞女，要不让她给您跳个舞解解闷儿？也罢。冯昭仪跟我斗？海带呀海带，海带呀海带！好，我输了。娘娘，这是你的吧？把门打开。娘娘，开饭喽！公公留步。哼，娘娘，还有什么吩咐啊？公公，您辛苦了。我
有个小礼物想送给你。哎呦，娘娘，有什么吩咐，您尽管说。那就麻烦公公送一车炭过来，事情办成了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好，谢谢娘娘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娘娘，这是皇上上次给你的簪子，价值连城，送他糟蹋了。这怎么叫糟蹋呢？这叫物尽其用。一个簪子换一车炭，够娘娘过一冬了。胡说！皇上那么宠爱我们娘娘，说不定哪天就带我们娘娘回宫了。柳儿姑娘，你在这冷宫与世隔绝呀。宫里可来了一位波斯美人巴尔仙，皇上一见倾心不已呀，立刻封她为昭仪，住到朝阳宫了。所以呀，你们在这冷宫的日子还长着呢。走。娘娘，您就打算一直这样破罐子破摔啊？要不然呢？你以为我还想重新得到皇上的心吗？宫里的女人少了皇上的宠爱，那就什么都不是了，谁都会看不起你，而且你的亲人都不能来看你，所以才要找机会离开这个地方。你想说什么你就说。娘娘，出宫的女人，除了去安堂静养，就是在家庙，一辈子都不能外出。以后的几十年也只能青灯古佛常伴，这跟出家了有什么区别？那也比在皇宫强啊！每天受人欺负，勾心斗角的。哎，听郭公公说那个巴尔辛，他住进了朝阳宫，而且还晋封了昭仪。陈昭仪是因为得了龙种才得以晋封的。看来这个巴美人比陈昭仪还有心计。她一来就当了昭仪，肯定是个绝代美人。听说皇宫后天有大宴，看来就是为了庆祝巴美人晋封的。有大宴，那我们也去参加吧，顺便看看皇帝的波斯猫长什么样。凭什么这个波斯女人刚来了就当了昭仪？刚走了一个冯昭仪，又来了一个巴昭仪，真是走了狼又来了豹。姐姐，这个巴昭仪现在皇上很宠她呢。想当初皇上不是也很宠冯昭仪吗？可是现在呢，还不是被打入冷宫了？这种事情宫里多了，快点，日子长了你们就懂了。停，走。哎，那不是冯昭仪吗？哎，妹妹，既然来了，又何必匆匆离开呢？哼，护怕护。参见各位娘娘，参见陈昭仪。你可是去恭喜皇上的？是啊，妹妹命苦，反正也没有几天好活的了，自己知道不可以再伺候皇上，也就死心了。不过在恭喜皇上之前，倒是要先恭喜姐姐啊！啊，为何恭喜本宫啊？姐姐你怀有龙种，身子不方便，就把皇上让给其他女人去侍寝，这样不是给姐姐分担负担了吗？就可以安心养胎了呀。那倒是。如果巴昭仪运气好的话，应该很快也会有龙种吧？这样姐姐们又可以为她去分担。哎呀，真是姐妹情深呢。本宫无法侍寝皇上，想必妹妹也没有这个机会吧？同病相怜之人又何必在这儿？不，妹妹跟姐姐可不是同病相怜。姐姐你有龙种，妹妹有什么呀？什么都没有。哎呀，再加上我这身绝症，在皇上的眼里，我早就什么都不是了。妹妹也不必绝望，说不定皇上哪天又回心转意了呢。往事不要再提，过去已是风雨。姐姐妹妹们，你们玩啊，我先走了。啦啦啦啦啦啦。册封昭仪一般会庆祝3到4天呢。哦，哎，怎么没人通报？娘娘，你等我啊。
娘娘，娘娘，什么人？快快快！真漂亮！是。不能再跑了。妹妹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慌张？参见陈昭仪。那个，我们家娘娘突然病发了，奴婢这是要扶我们家娘娘回寝宫服药呢。哎呀，娘娘，你没事吧？姐姐，我这病可传染给龙太医就好了，回去赶快吃药吧。是啊。娘娘小心啊！皇上怎么大白天还查床舞啊？什么是查床舞？就是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你都站住！臣妾叩见皇上。参见皇帝陛下。起来，起来！刚才私闯朝阳宫的是你吗？你凭什么打我？你又要耍什么手段？你又想挑拨陈昭仪，一起陷害巴尔辛啊？你处处算计，以为就会得到朕的宠幸吗？谁要你宠幸？你要不是皇上的身份，谁会喜欢你？打得好！如此忤逆泼妇，不如即刻处死。皇兄，冯昭仪姿色已衰，又是绝症残躯，竟然在这儿出言不逊，倒不如提前将他处死，昭告天下，这就是杜父的下场。三弟的话，朕本该采纳，不过看他也活不了多久，朕就饶他一死。谢皇上开恩！谢皇上开恩！谢皇上要娘娘不死！以后朕做什么事情自有主张，容不得你来指手画脚。是，臣弟告退。吓死我了！那天我的小命怎么办？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吓死我了！啊，娘娘，来，
你还笑？你看你刚才吓那样，逃走你都不会啊！要想活命就闭嘴，快走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我下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暗箭男人，你放开！你什么意思啊？充当什么好人啊？刚才还力尽谗言，巴不得我死呢。哼，蠢女人，你知道什么啊？要不是因为我，你的小命早就没了。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。你给我吃的什么东西啊？我知道了，刚才那个暴君没有公然处死我，就派你暗中来毒死我。一会儿是不是还要将我抛尸荒野？就你现在这副要死的样子，谁有闲工夫来害你？死我倒是不怕，不过想到要被分尸、被毒死，还是挺冤屈的。这有什么奇怪？蝼蚁尚且偷生，何况人呢？贱男人啊，你干什么好心要帮我啊？我马上都快死了。你要色，我没有；你要财，为了取暖和吃饭，我把值钱的东西都赏赐给太监和宫女们了，所以你什么也得不到。妙莲，我当初就不应该对你放手。别吃我豆腐！小叔子勾引嫂子，你哥哥知道吗？你是嫌我死得太慢，还是自己活得不耐烦啊？哼，本王也不管你的死活了。那滚吧！这是迦叶国师给你开的药，记得服下。药我收下，那你是不是可以翻滚吧，牛宝宝？疯了，一句话也听不懂。皇兄不杀你才怪呢。哼！开门，快开门！您呐，宫女姐姐。三王爷，好生照顾你家娘娘。是。恭送王爷。娘娘，三王爷看起来不像是要害你啊。娘娘，今天的饭菜好丰盛啊！这么多好吃的，柳儿，快呀！娘娘，你吃啊！哎，等等，不疼啊！来吃，娘娘你先吃，快吃，快吃，快吃！谢谢娘娘。哦。完了，娘娘怎么了？死囚在临处死之前都要饱餐一顿的。我今天得罪了皇上，他不会在菜里下毒了吧？娘娘，我不想死。圣旨到！娘娘，
皇上口谕。即日起，冯昭仪去皇家永寿寺休养，钦此。谢皇上，公公慢走。走。太好了！下完了，去了永寿寺就等于永无翻身之地了，娘娘。你瞎说什么呢？赶紧收拾衣服去。娘娘，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你这么开心呢？你等于被皇上彻底遗弃了。哎呀，你傻吧你？这里有什么好的？这里男人跟男人斗，女人跟女人斗，男人跟女人还斗，天天斗来斗去的，就是为了一个臭男人。你看我天天穿成这样，跪来跪去的，我膝盖都跪肿了。现在能去永寿寺，那真的是各路神仙显灵了，显灵啊！真的疯了。阿弥陀佛，娘娘里边请。娘娘，你慢点。可算是自由了。娘娘，哪里算是自由啊？这里可是比冷宫还冷，以后只能陪着菩萨了。陪菩萨有什么不好的呀？总比陪着暴君强吧？天天看那么多轻敌，冷眼冷脸的。可是娘娘，宫里的女人，她们……柳儿，不用担心，生死有命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娘娘，我去求求菩萨保佑，保佑您早日康复。哎，傻柳儿，菩萨只受香火，不管治病救人。娘娘，话不能乱说，菩萨听到了会不高兴的。菩萨要是那么小气，那就不是菩萨了。娘娘，怎么那么香啊？是迦叶国师种了花草。迦叶，迦叶在这儿。哇，好多花啊，好香啊！这个是什么花？怎么是黑色的？这是迦叶国师从印度引进的极片花种，很珍贵的。娘娘请。娘娘，阿弥陀佛。国师，国师，娘娘，我带你参观一下给你安排的住宿，看看你是否满意。别叫我娘娘，叫我冯峰或者妙莲都行。娘娘的名讳，小僧岂敢乱称。国师不必在乎那些成规陋俗，叫我名字还自然一些。请吧。请。娘娘，请。
这里是藏经阁，我们特意收拾出来供娘娘休息。有许多大德高僧在这里闭关静修。这里呢，也是寺庙最好的修行之地。哇，这么多书，太棒了！我死也读不完了。娘娘，您也喜欢读书？当然了，不是说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吗？娘娘，我扶您坐下。娘娘，请坐下吧。国师，娘娘，娘娘，这个是我专门为你调制的丹药，请先服下。谢谢啊。搬过来。好，娘娘，那我现在给你医治，请你转过身去。娘娘，医治完毕。娘娘，娘娘，哦，娘娘，你的病情除了药物，还需要大量的阳气注入。每天傍晚是阳气最强的时候。从今日起，我会每天为你治疗，大约半个月吧。我想你的病就会好了。嗯。那好，娘娘，您先休息。哎，不是都说过了吗？别叫我娘娘，叫我冯峰或者妙莲都行。阿弥陀佛。谢谢国师。太舒服了。娘娘，你的病又好了。娘娘，不是这样绣的。哎呀，不绣了，不绣了，无聊死了。要是能上网就好了。上网？你要捕鱼啊？怪不得你们古代的女孩都会绣花，原来整天没事干，闲得蛋疼啊。蛋疼。这么好的天气，要是能自驾游就好了。再把家业带上。我昨天晚上做梦，梦到家业了。我梦见他不是和尚，我还跟他……娘娘，陈昭仪来了。他怎么来了？娘娘，我们躲躲吧。走。娘娘，哎呀，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妹妹，你在这儿住的可好？哎呀，别提了，特别好。那就好。给陈昭仪请安。姐姐，我这弱不禁风的身子骨就不给你叩拜了啊！你看你挺着个大肚子，还跑那么远来看我，哎呀，感动死我了！我这不是惦记你吗？你离开皇宫这几天啊，
我就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似的。啊，对了，我今天是特意来给你送宝贝来的。哎呀，来就来吧，还带什么礼呀？这是一颗1000年的人参，兴许它能救你的命。1000年的？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皇宫里的东西你还怀疑啊？哎呀，那可不敢。妹妹，你这刚才又说了那么多风言风语，我看你这病啊还是没有好。这样吧，过2天我跟皇上说几句好话，接你回宫，咱们俩还是好姐妹。回宫就不用了吧？皇上不是都有8美人了吗？早就把我给忘了。倒是姐姐，你可要保重啊！后宫有3000佳丽呢，个个都貌美如花，都不是省油的灯。啊，妹妹，那你就在这儿好好养着吧。你不进去坐会儿啦？那你慢走啊，我不送你了，拜。大家看看里面什么东西啊？娘娘，真是人参哎，只怕真的有1000年呢。还真不是姜啊！哎，娘娘你轻点儿。居然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，难道良心发现了？娘娘，反正你的病又不好，这人参又不得有假，我们就试试吧。死马就当活马医吧。哼。娘娘。娘娘，这可是1000年的人参。1000年的人参，我可不能浪费了。干！娘娘好棒！娘娘的病啊，很快就会好了。起来活动一下。哎，娘娘，娘娘，娘娘你怎么了？娘娘，哎，娘娘，吐血了，娘娘，娘娘，丫的，陈昭仪害我！娘娘，娘娘，你挺住啊，娘娘。等我死了以后，财产都归你。娘娘，你不要说瞎话呀！娘娘，奴婢去找人，找三王爷。他哪肯搭理我呀？没想到我来古代的命运这么惨。娘娘，我死了是不是就能回家了？就能见到猪猪？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有没有人啊？来人呐！有没有人救救我们家娘娘？
阿弥陀佛。娘娘，娘娘，你醒了。娘娘，是你救了我。你的病情很严重，一定要好好休息。我是不是要死了？不会的，你只是服用了人参，加剧了病情而已。千年的人参不是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吗？人参虽好，可是却不能给重病体弱虚寒之人，那可是要人命的。我查看了你服用的那支人参，还是400-500年的佳品，对你的病情危害更大了。而且，没有什么药是可以起死回生的。谢谢你，迦叶，是你让我起死回生的。阿弥陀佛。娘娘，那我还有救吗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你医治好的。娘娘，您先躺下休息一会儿。娘娘，都这么久了，皇上一次都没有提及冯昭仪，现在你该放心了吧？我哪放得下心？走了一个冯昭仪，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再有什么周昭仪、王昭仪的。皇上年过而立，一直没有立皇后。如今宫中嫔妃里，除了主子您，有谁还足以母仪天下呀？巴尔沁是波斯女子，皇上再宠爱她，那也没用。自来没有立外族女子为皇后的道理。你说的是没错，可我不知怎么着，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。哎呦，主子，您何必担忧啊？您即将临盆，生个龙子，皇后的位置就是您的了。我倒是想生个龙子，可万一要是生个龙女怎么办？这不行，只要冯妙莲还活着，终究是个心腹大患。娘娘，您说该怎么办？娘娘，今天天气还真是好呢，您的气色也越来越好了。娘娘慢点儿。哎，娘娘，是皇后那边的人。不理他，我们走。娘娘，呀，郭公公啊，您今儿可真漂亮。皇后娘娘命你立刻去觐见。我没心情。娘娘，她拿的是皇后的金牌，您若不去，恐怕会被杖责。
那就去看看吧。我倒是要看看皇后会耍什么威风。请吧。冯昭仪，还不向本宫行礼？皇后娘，女子膝下有黄金，只跪苍天与双亲。为什么要跪你啊？娘娘，你没回宫的时候，这里都很和气。自从你回了宫，搬弄是非、献媚妖丑、目无皇后，该当何罪？你是说皇上总住在朝阳宫吧？哼，我还不稀罕呢。你要是喜欢，让他睡你那儿，我一个人清静，求之不得呢。你这个贱人，难道是讥讽本宫没有你的狐媚手段？哼，贱人这个词你就别形容我了。论年龄，我是妹妹，你是姐姐；论先后，我先进宫，你后进宫；论名分，我是昭仪，你可是皇后啊。贱人这个词儿，姐姐，你可是更上一层楼呢。娘娘别说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冯昭仪如果不是病了，这个皇后是谁还说不定呢。这个贱人出口不逊，给我打20大板！是。皇后娘娘，我看你脸！别过来！皇上要是知道了，看你们怎么交代。好啊，给我！皇后娘娘，皇后！皇后娘娘，走。奴婢告退。娘娘，我就不信弄不死你一个冯昭仪！娘娘，娘娘，哎，娘娘，娘娘。皇后娘娘息怒，奴才倒是有个想法。说。娘娘，八美人死了，太后过世不久，这宫里接二连三的出大事，是不是有什么污秽之气呀？说的倒是有几分道理。我看不是什么污秽之气，是有不祥之人，该请个法师瞧瞧。啊，娘娘说的是，依您之见，该请哪个法师来合适啊？皇上素来信任家业，这场戏一定要家业来唱。还是娘娘您想的周全，哎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哼，跟我斗，冯昭仪，我看你还能活几时？师父，皇后娘娘来了。迦叶国师，阿弥陀佛。迦叶国师，本宫来得太突然，打扰了。皇后娘娘言重了，娘娘亲自移驾来此，不知何事。国师也知道，八昭仪染疾不治，皇上还在悲痛中。而且前不久，太后也驾鹤西去了。生死有命，皇后请节哀。这个我倒是知道，但我还是觉得很蹊跷。前些天我看见东北方有一股黑气，正是冯昭仪的朝阳宫。竟有这样的事情！大师斩妖除魔的威名扬名天下，本宫今天来此，就是想请您亲自做法。谢谢娘娘对小僧的信任，小僧实在是不能胜任，还请娘娘另请高明。怎么，皇家供养你多年，现在连皇上的安危也全然不顾吗？小僧不敢。看来还是我人微言轻，是要等皇上亲自下旨才请得动大师您吗？皇上国事繁忙，此等小事何劳皇上费心？小僧
从命就是。太好了，大师果然识大体，那就赶快进宫做法吧。最好在皇上回来前把妖孽除干净，以免皇上中了邪气。阿弥陀佛。娘娘，娘娘，皇后娘娘来了。她怎么来了？哎，你们干嘛呀？哎，皇后娘娘驾到！娘娘，参见皇后。放肆！见了皇后娘娘不叩拜，成何体统？老变态！他这个妖孽哪里懂得宫中的礼数？本宫不与他计较，把妖孽给我拿下！上！你们干嘛呀？娘娘，给我，放开我！怕我威胁你的正宫宝座是吧？这是要灭口的节奏啊！迦叶国师，请去天台降妖除魔吧。带走。娘娘，娘娘，走吧。你这个臭女人，贱女人，要不要搞这么大仪式弄死我啊？你一定会遭天打五雷轰的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你死到临头了，嘴还这么硬。皇后娘娘，法事已经完毕，现在可以点火。点火！是。你个老变态！你下辈子肯定投胎做人妖！娘娘，你没事吧？皇后娘娘，哎，娘娘，皇后娘娘，没事吧，娘娘？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，此事已经惹动了上天，看来法事不能再进行了。如果再进行的话，恐怕连我们也要受惩罚，天意不可违呀。是啊，到此为止吧，娘娘。回宫，回宫，今天就留他一条小命。娘娘，柳儿，娘娘，快走吧。走。娘娘，我来了，吓死我了！迦叶，我就知道你会救我的。走吧，娘娘。柳儿，你先回去吧。哎。
臣妾给皇上请安。皇后不必多礼。皇上最近过度操劳，龙体欠安，臣妾亲自给您熬了汤。妙芝，费心了。来，妙芝，朕这次去东郊狩猎，一去就是好些日子。这段日子，宫中可有发生什么事情？皇上驾到！娘娘，皇上来了。爱妃，朕来看你了。朕听说你顶撞皇后了。你是为了这个来责备我的吧？你不要仗着朕对你的宠爱，就在后宫为所欲为。我怎么为所欲为了？你竟敢顶撞皇后，成何体统？她毕竟是宫中之主，如果所有的嫔妃都学你这样的话，后宫怎么管理？朕要你现在去跟她道歉。真有意思，正是想弄死小妾，小妾侥幸活了下来，小妾就罪该万死吗？不错，你遵守了你的原则，维护了正室的利益，那是你的权利，我绝对不会向他道歉的。朕之前从不打你，那是因为以前的你温柔至极。可是生了这场病之后，你变成了这个样子。你是责怪朕没有立你为皇后吗？这也都怪朕。朕本来是答应过你的，可自从你生了那场病以后，性情大变，妙芝又诞下龙子，重臣力主封她为后，朕也没有办法呀。妙莲，是朕不好，朕明白你的心情，是朕负了你。朕本来也没有打算说是来找你兴师问罪的，可是你刚才对朕那个态度，朕就是忍不住要生气。既然你今天心情不好，那朕就不打扰你了。好好休息吧。娘娘，娘娘，这次皇上叫你去参加玫瑰园的家宴，你可千万别再说疯话，惹皇上生气了。我可没心思惹他生气。这回啊，我要光芒万丈，与众不同，让皇上的3000后宫都失色。这件的颜色和款式还不错，应该可以改造一件不错的晚礼服。什么服？说了你也不知道。我一会儿啊，先给你做一身，让平日里对你翻白眼的那些宫女们都嫉妒死你。去，拿剪刀和布料来。哎，是。好嘞。
柳儿，柳儿，噔噔噔噔，什么呀？这个你不知道吧？这个可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，凶器。凶器。娘娘，要杀谁呀？皇上，皇上。真是大闹！皇上，参见皇上。爱妃，快过来坐。爱妃最近身体如何呀？还好，皇上。皇后呢？皇后现在比朕的架子都大吗？快去请她去。是。来。哎呦，皇后娘娘，皇上催你呢。知道了。皇上不高兴了。皇上有了冯昭仪，还要我干什么？哎呀，轻点儿。是。参见皇后娘娘。臣妾参见皇后娘娘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啊，免礼。皇后请坐吧。爱妃，这是新来的贡品，你尝尝。皇上，我减肥呢。皇后坐吧。我不愿意和这个狐狸精同坐。姐姐，你说谁？说谁？你心里还不清楚吗？皇后，要注意自己的仪态。皇上，这个狐狸精目无皇后，以下犯上，为所欲为，你却一直纵容她，你已经被她迷得昏了头了。大胆！皇后辱骂朕，罪不可赦，立刻贬为庶人，收回皇后册，打入冷宫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息怒，饶恕皇后娘娘吧，请皇上开恩，就放了皇后娘娘吧，放了皇后娘娘吧。谁都不要求情。皇上连皇后也不惯着，天哪！看来皇上没杀我，还真是万幸啊。皇上息怒，皇后顶撞皇上，都是源于臣妾，是我让姐姐生了那么大的气。皇上，你发发慈悲，网开一面吧，饶了姐姐吧，饶了姐姐吧，饶了姐姐吧，皇上。皇上，妙莲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皇上，您就饶了姐姐吧。哎呀，来，快起来。妙莲，你还是这么的宽宏大量。好吧，朕今天都看在妙莲的份上，先饶了你吧。妙莲，朕以前生气的时候，都是你陪着朕。现在你也陪朕走走吧。
这些年，你与朕最亲近，朕明天就废了皇后，立你为后。皇上万万不可，皇后只是一时的气愤。再说了，我也有错啊。如果你这个时候废了皇后，那岂不是让人觉得我仗势逼人，连皇后都容不得？就算当了皇后，也没有办法服众啊。可是皇后当着朕的面都敢如此的侮辱你，如果朕不在，还不知道她会用什么手段来整你呢。其实也怪我，是我没尊重她。妙莲啊，你恢复到以前的样子，朕非常开心。皇上，你放开我！皇上，你放我下来！皇上！皇上，你想干嘛？朕能干嘛？你是朕的爱妃，朕今夜就住在这儿。皇上，不能这样！爱妃，朕想你都快想疯了。皇上，你别这样！皇上，你别这样！皇上，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皇上，我真的不是冯昭仪，我是冯凤。皇上，你饶了我吧！皇上，你放过我吧！你放过我吧！你总是这么说，冯妙莲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啊？皇上，我是一个来自1000多年以后的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误入了皇宫，我只是跟他长得比较像而已。又说鬼话！皇上，你不能这样，我求求你了，皇上！皇上，你要是再这样的话，我就只能自尽了。冯妙莲，我最恨你一副高风亮节的姿态。我们从小斗到大，我处处都比你好，却总输给你。哼，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谁笑到最后。